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佛菩萨的不同显现，还有观想的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佛菩萨的不同的显现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观想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很清楚。那我现在呢，就是首先我们讲关于观影的这个问题。观影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佛像、唐卡的造型，这些造型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密续的内容，有不同的含义。大家知道，在禅宗里面有一种叫做表法。除了禅宗，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关于表法的这个法门。就像印度的大成就者那罗巴的这个上师叫做迭罗巴。迭罗巴就是大手印的这个传承的祖师。迭罗巴和他的弟子那罗巴之间的互动，根据当时的这个历史记载呢，有很多这个用表法去传承大手印的这个殊胜法门。这种表法呢，就是有些是比较特别的，或者比较简单的一种标语，一种动作，通过各种各样的表法表达深深的佛法境界，让弟子就明心见性。从这种表法呢，在密法里面也有，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在唐卡里面，或者各种佛像里面的各种观音的不同，或观音的这个20臂或4臂或千手观音这些都是，它是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个表法。也就是说，透过这些表象，让我们知道佛菩萨的各种不同的境界和功德。它就是某种程度上，它有象征意义的一种艺术。这种也是表达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广大功德事业的一种方法。所以另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佛菩萨的境界都作为我们的一个修行的应用来修持的时候，作为修持的这个对境那就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也有不同的缘起而产生的这个不同显现的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佛，不同的观音。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呢就是在一些木工或者这个修水电，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去买专门的一个工具店的时候，也许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是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处理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这个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用在特定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特定的功能作用的这个工具。所以呢，佛法也是这样的，很多不同众生要针对这个不同烦恼习气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法。所以就是这样能够产生的效果也是各种各样的。同样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从度化众生开始这个将这个八万四千个法门
每一个法门，也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需求而产生的，所以就所讲的内容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所以仙宗有仙宗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在各个仙密当中对观音法门也有所不同。我经常个人呢去到一些汉传佛教的寺庙，比如说在新加坡的观音寺啊，在悉尼的这个南丁寺的这个观音大道场，去的时候我们也就经常看到各种不同造型的观音像。他们不同的观音，在密法里面有更多的观音，所以这种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观音之外，也有很多求子观音啊，什么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这个观音。所以这个观音和在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绿度母有这个21度母的一个不同的本尊的显现，也是就一样的概念。本身呢就是绿度母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显现，但这个佛菩萨当中呢，主要是这个所有的佛有6部啊，这个有其中一部叫莲花部，在这个莲花部里面呢，就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然后度母全部都是这个莲花部。所以这个莲花部里面的就是佛菩萨他们的，这是一个同一个智慧的妙用啊。所以呢，在密法里面就是也有很多观音的不同的这个像，四倍观音也有四倍观音的含义，千手观音也有千手观音的含义。在究竟意义上当然是同一个观音，但是这个现象上就是有不同。我们进一步来讲，就是刚刚的这个这个题文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皈依经中有现一个观音二比观音？也许这个提问者的这个意思可能说是某一个皈依经的这个堂嘎里面或仪轨里面所出现的就是一个二比观音。那这是我想就像宁玛的传承里面有一个复藏法门叫精密灵巴大师的龙钦宁德法门。那个龙钦宁德法门有一个观音，一尊观音，这个叫这个根除轮回的观音，这是观音的个别的一个名称。那个观音是刚好就是一个二比，也就是有2手的一个观音。所以这个不是前手，是二比观音，2手观音。所以这种2手观音是根据修持这个龙心心髓精密灵巴大师的这个复藏的这个观音法门当中的皈依经里面来说，有可能是就是这位至尊这个观音像是这个坛城的诸尊之外，就皈依经的这个诸尊。那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皈依经这个诸尊也有这个金刚宗师啊、莲花生大师啊等等，有各种的，就是按照各种传承的这个前行的这个仪轨来就是要安排和观想的，所以没有绝对一定要是二比观音的。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法门、不同的仪轨不同的复藏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要修持的时候，就是按你自己所接受的这个传承的就什么样的观音就什么样的观音。除此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堂嘎和不同的法门当中，就是有着这种不同的这个仪轨所产生的这个不同的它就如果我们用学术的心态去研究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修道者，那我们修行上呢，
你要就弄清楚你自己当时要修的是哪一个法门，这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哪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的一个火车站，你当时你要熟悉就是那个火车站的路况啊，地下道也好，什么样的站，什么样的出口啊，就是你要拿这个一个地图来看啊，其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路况啊，这个就是别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没有什么冲突与不冲突的一个说法，只是说你当下的主要的你接触的观音法是哪一个观音法，那就你要按这个传承去修持这个观音法，这样就可以的。实际上这个一切都是一个这个殊胜智慧的一个妙用显现，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根除轮回的观音来讲，就是刚刚说的精密楞巴大师的父藏，然后他就专门这个按照这个来修的话呢，这就是这个龙金经的法门的这个也是一种净土法，也是一种超度含有超度法的一个殊胜的一个法门。如果是这个来讲，就要按这个法门去修这样可能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常数法修常数法的时候是四臂观音？这个是因为你就是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也许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提问是不是很普遍的，这是一个个别的比较个人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个别的一个人他就去查看一些不同法门的观音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但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那个人可能是当时他想修这个常数法的时候是也有一种观音，但是那个观音又是不一样的，不是二臂，是四臂观音，那就而且是红观音。那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是红观音吗？一定要是四臂吗？二臂没有这个常数吗？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经常我们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仪轨和复杂的这种这个佛菩萨现象的时候，会产生疑惑，尤其是刚刚接触密法太多了，本尊也太多，佛菩萨各种太多就是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修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因为就像八万四千个法门一样，确实有各种不同法门，但是不是唯一有这个方法的，也不是说这在常数观修的时候一定要是四臂观音，没有这种，只是当下的这个仪轨是什么怎么样，就是按这个仪轨去修就可以了。所以比如说宁玛的教法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传承源头门珠令的传承，门珠令这个门珠令的传承的这个门珠令的这个有一个叫无柄金刚，无柄金刚他是第50尊智达赖喇嘛的这个上师，他也是一个伏藏大师他的伏藏里面就是有就是有这个红观音的法门，如来踪迹他这个法门的名字叫如来踪迹法。这个如来踪迹的这个观音里面，就是观音的法的这个观音像确实是四臂观音，但是它是红观音比较不同的。而且这个观音法门当中就是有一个常数法，常数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修法，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来讲也没有冲突的，有可能其他的这个观音法门里面就也有别的这种观音的，所以这个就根除轮回红观音，还有这个如来这个智海观音这个就在这个盖具传承里面经常有一尊叫做如来智海的观音，还有这个不空伸手观音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观音嘛。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法门，就是要知道自己在修什么，就按这个传承，尊重这个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也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修这个精密灵巴大师的复藏的观音，你要有他这个观音的口传和观点，然后呢，你再要修别的一个红观音的仪轨的话，你也一样要红观音的仪轨的口传，不能另一个复藏的传承来代替另一个复藏的这个传承的修法的这个授权，所以这也是经常很重要的。如果是光是一个咒语来讲的话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整个仪轨的修法呢，必须要按照个别的这个要求的，就是求道传承才可以修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这些方面呢，这个要求呢，无论是宁玛、萨迦、盖具哪一个传承都是一样。如果你修哪一个法门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观音，都是同一尊观音，究竟上所以呢，你就是修观音的这个功德。但是你自己的因缘，有各种的这个情况，能接触到哪一个法门，那个呢，就是这些细节的部分，就要按照这个传承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根据不同的法门，你要直接就是要要获得这个传承的一个确认，这样其实是比较更如理更如法的一个修持的方式所以就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多个不同的观音第二就是为什么这个长寿观音的观音是一个四臂观音这个也许就是一个根据做不同的这个仪轨里面的一些出现的一个衍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就是整个一些从比较多面的、比较全面来就是解释了这个原因。阿弥陀佛，扎西德勒。Namo